主后2025年7月22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领导者的心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撒母耳记上卷》第10章第10到27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撒母耳记上卷》第10章。撒母耳摕一罐油倒伫扫罗的头壳，甲伊斟讲：上主用油甲你抹，设立你做伊子民的统治者。今仔日你离开我了后，去便雅悯地区的舍萨，我郡雷结会望的时，会拄着2个人，因会甲你讲：你咧找的女仔已经找着。即阵你的老爸无咧烦恼女仔，是咧看女你。伊伫问我的囝拢无消息，要安怎？你继续对遐去，到他卜的上树遐，会拄着3个人，因要去逼迫你，献祭互上帝。一个带3只山羊仔，一个带3个饼，一个带1批地的酒。因会甲你请安，互你2个饼，你着接受。后来，你着去上帝的山基比亚，伫遐有非利士人伫防守。你入城的时，会拄着一阵先知对山头弹倒来，有人弹琴弹瑟，有人拍鼓，有人分片仔，因拢入神讲话。上主的神会大大充满你，你会变做新的人，甲因相款入神讲话。这代志发生的时，你就照所受的感动去做，因为上帝甲你同在。你落去吉甲，我嘛会去遐献烧化祭甲平安祭。你听候7日，等我到你遐，只是你着做的代志。扫罗活转身离开撒母耳的时，上帝予伊新的心。伫迄日，撒母耳甲伊讲的代志拢实现。扫罗甲伊的仆人来到基比亚，拄着一大阵先知对遐出来。上时，上帝的神大大充满伊，伊就甲因相款入神讲话。前到呾捌伊的人看到伊伫先知中入神讲话，就问来问去，基士的囝是安怎？扫罗嘛做先知哦。有一个迄所在的人讲，遐个人的师父是啥人？对安尼有一句俗语讲，扫罗嘛做先知哦。扫罗入神讲话了，就上去山头弹敬拜。扫罗的阿叔问扫罗甲伊的仆人讲：恁去倒位？伊应讲：去找女仔，找无就去撒母耳遐。扫罗的阿叔讲：请你甲我讲，撒母耳对恁讲甚物？扫罗对伊阿叔讲：伊清楚甲阮讲，女仔已经找着啦。毋过，扫罗无甲伊的阿叔提起撒母耳讲伊要做王的事。撒母耳调集人民到米斯巴来见上主。伊对以色列人讲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我带以色列出埃及，来救恁脱离埃及人的手，甲遐个压制恁的列国。毋过今仔日恁去杀即位救恁脱离所有患难灾祸的上帝，要求我甲恁设立一个王统治恁，呾着照恁的祖祖宗族来徛伫上主面前。撒母耳叫以色列大支族进前来，摕着便雅悯支族。
佮叫便雅悯一族照因的宗族进前来，抽到马得二族，对迄中间佮抽到基士的囝扫罗，众人找伊，毋过找拢无。因就佮问上主，迄人有来者无？上主讲，伊匿伫迄堆行李内面。因就走去，对遐甲扫罗带出来。伊来徛伫众人的中间，比别人较悬一粒头。撒母耳对民众讲：恁有看到无？上主所敬的人，无一个会当甲伊比。众人就欢呼王万岁。撒母耳将王的责任甲权利对人民说明，搁记载伫册里，下伫上主的面前。然后撒母耳解散民众，互因拢转去因兜。扫罗嘛倒去基比亚伊家己的厝，有一阵深受上帝感动的勇士嘛缀伊去。毋过有一寡匪类讲，这人哪会救咱？因藐视扫罗，嘛无送伊礼物，扫罗拢无讲甚物。领导者的心，领袖的特质往往毋是天生自有，反倒是经过逐种考验甲挑战，才出现出成熟稳重的人格甲生命的悬度。领袖的生命内涵，搁较是领导群体袂通缺欠的要素。身为领袖，必须爱将被赋予的任务甲个人的需求清楚划分界线，袂当混杂做一伙。伊爱晓控制情绪，免得情绪失控，导致群体陷入混乱甲冲突。个人神父伫伊所著写的《领导就是唤醒生命》册中指出，一位领导者需要具备的10项人格特质：经验丰富、诚实的人格、淡薄简朴、谦卑、袂激动、公正、具有决断力、勤俭、敬畏上帝，亲像一个老爸。这个诚实的人格特质，毋但会带领工作团队，也是所属团体伫稳定中成长，也会带来正面的影响力。扫罗互上帝竞选，佮受抹油，设立成做以色列第一任的王，开启以色列王国历史的新页。伊面对的一个重大考验就是经验值。叙述者介绍扫罗出场的过程，咱看到的是一位接近天真无邪的少年人，伫老爸交代找女仔的任务中，通讲是尽责任，四界找找。伫徒劳无功就要放弃的时，出于经验老道的仆人提醒，通往先见找求帮赞。扫罗才轻松一个，也因为上帝安排的这个契机，扫罗受抹油设立做王。经文描述撒母耳私底下抹油设立扫罗，佮讲互伊知特别经历上主选立的证据了后，扫罗离开撒母耳的时，上帝赐予伊一粒新的心。伊对逐项印证中亲身经历上帝的作为，也伫甲一阵先知相遇的时，经历到互上帝神支配、受感动，一直入神讲话的属灵经验。总是这一切拢只是形塑具备领导特质的开始。这粒新的心应该对向上帝的心意。
毋是行往自我宰制、满足欲望的路。以外，伊的经验值应该累积伫信心甲倚靠上帝的基础，毋是外在的成就，则袂迷失。扫罗是欠缺自信的人，就算上帝用济种方式印证，伊就是受拣选的王，伊还是闪避逃避。当撒母耳对政治派中邀请选出扫罗的时，伊一直密地毋敢面对，直到互发现，强救出来，带到群众面前。当下撒母耳对众人讲：“恁有看到无？上主所敬的人，无一个会当甲伊比。”这意味着，这个受拣选的王，得要面临真济的考验。当伊面对各支派的分拼力势的时，需要具备智慧，将各族群整合；面对外敌不断侵扰内室的时，需要有够野的勇气，领军作战抵抗。对上主的旨意，需要存100%敬畏的心，顺服听候差遣。伫真济考验中，对受我由设立做王开始，扫罗是毋是真正会当受塑造出领导特质？敢讲真正无人亲像伊是无？默想，上帝伫咧我由设立扫罗做王这件代志的顶面，用真济方式印证的目的是甚物？对我有甚物启示？上帝伫咧我由设立扫罗做王这件代志顶面，用真济方式印证的目的是甚物？对我有甚物启示？咱做伙来祈祷，上帝啊，求你赐我更新变化的心，互我伫面对各样试探、考验的时，会当不断测验甚物是你善良、纯全、通欢喜的旨意。来见证你的作为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